其實咧，對於一個差唔多65歲嘅長者嚟講咧，去潛水談何容易？特別係對於我係截咗肢係單手單腳，嚴格嚟講差唔多冇一半邊。有教練鼓勵，加上係身邊嘅人咧，唔單係鼓勵，係挑戰。我哋對游水已經好震撼。游完水之後，跟住去學浮潛，進而學潛水，我覺得冇可能。20幾歲女已經係對水又好恐懼，但我好感恩啦！呢個會，呢啲係教練同埋團隊啦，佢哋好窩心嘅鼓勵，佢哋俾時間我，俾空間我，用聆聽嘅耳朵嚟到去陪住我喺呢條水域嘅路。但係當教練嚟到去講話，邀請同埋鼓勵我去呢個菲律賓潛水咧，我 say no，continue say no， 因為我係好驚，我驚就係我年紀大啦，我亦都驚咧就係話係唔掂，但原來一去到嘅時候好 amazing， 原來話又抗拒，就試，肯試嘗試再試嘅時候，教練陪住各方面，我終於能夠係唔敢發夢都唔敢諗嘅，竟然間可以喺水裏邊泳池裏邊潛，跟住喺岸潛，一而再，仲發夢都估唔到，原來一個單手單腳嘅長者可以咁 amazing， 睇到珊瑚，睇到魚，簡直就係、你而家再叫我諗，我都覺得好似發緊夢咁。所以有咩人難到長者？有咩難到傷健人士啊？有咩難到？只要你肯去，你如實地面對嘅難處，但係你要將你嘅難處嚟到同人講嘅時候，嘗試唔可以 give up，try， 我就係咁，我嘗試過 give up 㗎，我嘗試，但團隊好好，佢哋成隊嘅人不斷嘅鼓勵，聽鼓勵，但佢哋唔對我唔放棄，所以團隊教練對我唔放棄，我唔敢 give up，所以有呢啲 amazing， 我依家叫自己做魚鷹。